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容海恩議員提出今日嘅呢個議案。原議案裏邊所覆蓋嘅範圍咧係非常之全面嘅，佢背後係立足香港，充分發揮香港優勢嘅呢一個長期以嚟喺各種場合都被反反覆覆所講嘅概念。但係呢一個概念喺全球格局，唔單止係經濟格局持續轉變之下，要如何又點樣有新嘅內涵呢？呢啲新嘅內涵又如何指導我哋嘅發展嘅導向呢？係我哋需要去思考嘅發展底層邏輯，包括定位、香港競爭力，以至係如何背靠祖國嘅問題。只有清晰明白咗呢一種嘅底層邏輯，各個產業嘅發展啊，先至能夠係事半功倍嘅。喺新時代之下，對於香港優勢嘅理解係要充分認識到，香港正係喺由中國引進來嘅樞紐變成走出去嘅橋頭堡。過去香港係國家引進嚟嘅橋梁，係東西交流嘅樞紐，所以只要香港充分發揮好喺金融啦、貿易方面等等嘅優勢，為國家吸引嚟自國際嘅人才、產業、資金，並且喺呢一個嘅歷史潮流當中咧，獲得咗快速嘅發展。咁到咗而家啦，呢一個趨勢喺新嘅歷史時代之下出現咗根本性嘅變化。香港正係從國家引進來嘅樞紐變成走出去嘅橋頭堡。首先喺產業發展方面，呢幾年啊，我哋仲喺度擔心緊嘅卡脖子嘅一啲困難咧，目前我哋可以睇到啊，喺重要嘅產業方面咧，未來幾年啊，我哋中國將會係全面實現突破。第二，目前全球都需要中國為世界提供更大嘅確定性。第三，國家未來嘅發展訴求啊，亦都一定係要加深嘅深度，以至係幅廣度咧，同全球嘅發展連接，並且喺人類命運共同體嘅背景之下，為全球嘅共同繁榮、共同發展貢獻力量嘅。由此可以睇得出，唔單止係中國有強烈融入世界嘅需求，整個世界啊，亦都對中國產生咗更加系統同埋更加多元嘅需求。服務於呢一個浪潮，我哋成為中國產品、中國技術、中國標準、中國制度、中國思想嘅全球化嘅橋頭堡。呢一個亦都一定係香港未來發展嘅重要使命。並且呢一個使命啊，所帶嚟嘅機遇一定係比之前嘅歷史機遇更加大。香港要對呢一個潮流有所清晰嘅認識，勇於抓住呢一個潮流嘅機遇，為香港喺原議案所提及嘅各項產業咧嘅發展謀求全新嘅篇章。而喺呢一個新嘅歷史定位同埋內涵，亦都對香港啊同時間其實係提出咗新嘅能力要求嘅。香港需要針對新嘅歷史使命，針對性咁樣發展我哋相應嘅能力，甚至要積極主動對標新嘅發展要求，改造同埋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嘅能力。例如金融產業係我哋傳統嘅優勢，過去香港金融產業啊主要係喺既定嘅國際規則之下做好融通嘅工作。未來咧，香港就要喺呢個新嘅歷史定位之下，揸好穩定幣、央行數字貨幣、人民幣國際化，乃至係全球經貿體系變革嘅呢個重大背景，喺重塑全球金融秩序、制定新嘅國際經貿規則方面咧，發揮更重大嘅金融創新嘅作用。又例如喺人工智能產業方面，香港可以主動作為，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啊，為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我哋嘅標準同埋貢獻。又例如喺生命科學方面嘅發展咧，已經步入更加精端嘅合成生物發展。香港又如何可以將呢啲硬成果步向國際嘅制定市場規則方面發揮作用呢？所以立足香港嘅新內涵喺呢度睇起嚟一個簡單嘅概念啊，其實係基於對國家發展趨勢、全球發展背景，以至係香港自身同埋未來長期發展嘅衍生嘅系統性思考。所以我亦都號召各界啊，站喺呢一個新嘅歷史背景之下，以全新嘅發展內涵重新審視，並且提升我哋嘅發展理念同埋模式。只有清晰新嘅發展邏輯啊，先至能夠為香港長期穩定發展做出更大嘅貢獻。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亦都希望各位議員同事能夠支持我嘅修正案。